今日我哋繼續邀請到梁同學，繼續幫我哋解答一下《傷寒論》原文入邊嘅一啲內容嘅。太陽經原文：傷寒，脈浮緊，不發汗，因戰慄者，麻黃湯主之。呢條原文可以點樣去解讀佢呢？呢條原文舉出傷寒輕症作為麻黃湯症，如果錯失咗發汗嘅時機，會導致流鼻血。道理係用麻黃湯令到佢發汗，如果冇發汗，由得佢邪氣積喺表層，咁就會導致流鼻血。出現呢個情況，給予麻黃湯，開表發汗，鼻血會止，病亦都會得到治癒。呢條原文有必要用上講嘅原文互相參酌，理解就會更加深入。